2月1日是世界无机日，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也伫咧无机日一天，针对国家语言政策发表3大面向，表示讲伊上任头一步就会推动成立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另外，最近高雄钦天的台语发音伫网络顶头查卡正热，无机团体今仔日就开记者会，要求政府爱甲大众运输真济读唔到的站名、地名的无机发音全面清查，做一个修改。天气，敢有遮困难？天气，接讲就免操烦。2月2日是世界无机日，无机团体为钦天总观，互大家了解未晓讲的台语词接讲就听有。最近高雄捷运因为钦天这2字的报音用华语称过，引起侪侪讨论。经过民间的争取，捷运公司总算答应要用台语客语的版本。不过，也有侪大众沟通的报音，定会甲站名讲唔对。无机团体要求应该爱全面清查改正。应该拢爱去清查有关大众交通工具运输的广播放送这方面名词对台语来讲，就是咱的台语的主体性，就是所有的路名站名应该爱以台语名词名称来报送而且爱在地化。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普查，就会发现女少年的讲华语的比例就愈悬，14岁以下讲华语的占超过90%，语言的都阴性愈来愈低。民间团体嘛提出语言册地概念，认为各级政府伫咧公共场所愈应该爱有语言福祉的观念，嘛通互无语家庭有教囡仔新语词的机会。迄个无语的消息，敢若野生动物的灭绝共款，就是伊的册地、栖地伊生存的册地，面临破碎。破碎甲劣化，那是政府会当照顾到所有会当用台语过生活这个族群，吼咱就会当甲囡仔讲，其实一个语言会当对这个时代行，会当吸收新的物件入来，用台语做表达。另外，选调后一任总统的赖清德，无日一天嘛有伫面册针对国家语言政策发表3大面向。伊表示，上任第一步要成立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专责规划国家语言的传承和发展；第二步会健全国家语言的教育资源；第3，伊会营造多元语言的优先环境，而且会对公部门做起正面回应早起无语团体记者会的诉求。记者陆尚如、郑俊尧、林旭凯台北报道。